在台南市民政局长江玲煌和多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，位在台南市北区忠义路上的府城下土地总路径庙土地公欢喜入新庙。今仔日会当甲所有永久的这个建筑，会当过来重新大家重建起来吼，保持原来的这个面貌啊，非常这个难得啦吼。总路径在1983年因为道路拓宽迁址。当时透过工法把庙体抬高移动20公尺，定位后再进行整修，延续100年香火。特别的是，正殿符的正神是手持灵芝，而非常见的拐杖或如意。开基神像则是以木雕为基底，再以泥塑制成，是近代透过 X 光机透视后才解开的100年之谜。在2年前，因为这间庙宇已经较久啊，就有地基下线加漏水，所以阮就来甲整修，2年后完成。当然就是阮这信徒大德，大家安尼同心协力来完成这个任务。我想这嘛是咱地方足侪人的信仰吼，共同的信仰中心。为咱的临时会馆即摆用好今日会当开始邀请咱各位信众来拜拜。这次入伙安座，庙方也广邀信众来共襄盛举，而且适逢台南400，巧遇土地公礼出，机会难得，祭出400只招财金龙，送给前来祝贺的信众。同时，隔壁的面馆也免费送限量400碗黄金肉燥面。咱因为这个感恩的心吼，咱想讲伯公入面咱好留咧，不过大家卖讨济啦。手工熬煮的肉燥香气扑鼻，受到不少客人的喜爱。加上庙内近20尊符的正神加持，希望大家平安招福又招财。记者杨淑怀台南报道。